随着科技进步，现在病的监测甲包药嘛带上智能化潮流。基美医学中心积极投资先进设备甲系统，引进一系列智能科技医疗设备，包含自动包药机、冷藏智能药柜等。这设备除了当提升住院病人用药安全甲准确性以外，嘛会当大大节省药师取药时间，提升效率。住院的病人他使用的针剂相当的多。那再加上有一些针剂是属于高危险性的，原本我们已经有口服的包药机，那口包药机目前已经使用已经很普遍。那刚好这几年刚好有所谓的针剂自动包药机，透过自动化的设备，然后让自动包药机能够帮针剂就是直接做调剂。住院期间，针剂药品对于病人的治疗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药物，但可能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调剂错误，对于病人的健康造成影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奇美医院引进了最新一代的针剂自动包药机，自动化的设备除了能够有效并有效率的调剂，也可以降低错误的发生。基美病院有感智能药柜便利性，除了伫门诊注射室、化疗注射室以外，伫今年10月起，将伫咧专业25个护理站提供住院病人全面智能化用药管理。这次引进的冷藏智能药柜无同以往，不仅新增冷藏药物的功能，更符合病房药物的保存需求，佮搭配了先进的监测甲管理系统，会当追踪甲记录每一位病人的药物使用情形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